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今天很难得哎，大家早起哎哈，是，所以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很早起床哈，是在礼拜天，我们早早的起床。今天那么早，目的是为了什么？传福音。为了要来敬拜神，要街头布道，感谢我们的主。好，那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全然预备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今天呢，有200位报名要走上街头来传福音哦，哈！哇，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好，今天早上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Pastor David， 还有我们的 Jacqueline 他们夫妻来到我们当中，是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双手举起，哈利路亚！预备好了吗？我们要来欢迎圣灵，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的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你来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要与你一同敬拜跳舞。我要与你一同敬拜。哈利路亚。还有让我们在高处，在低处，不管你的情境如何，我们都来赞美神。阿们吗？阿们。好，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他。我用这首诗歌来向他歌唱。我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我的情绪如何，不管我的情绪如何。I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Just think about your love. And I don't need another reason why. 我开口高声唱，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宣告神是最伟大的神。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哦哦哦哦哦，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哎哎哎，哦哦哦哦哦。我并不是单靠感觉，我赞美，因为我相信，不管我的环境如何。It's the power of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The power of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The power of your love. And I don't need another reason why. 我开口高声唱，来自由赞美你 ，You are the greatest。来自由赞美你。
将这地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必要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阿们吗？阿们。阿们。神的百姓呢？阿们。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就高举双手说阿们，阿们。是的，我们就是神的百姓。这首歌教导我们，我们要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阿们吗？阿们。因为耶和华已将这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阿们。阿们。所以邀请大家，我们等一下副歌在唱的时候，我们更大声赞美他，我们举手将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胜了。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我
荣美的救主现在已降临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开口向他歌唱的时候，主就亲自设立宝座在他的万民当中，我们就是他的万民。当我们开口赞美耶和华同在，就在这时候与我们一起。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晨曦，天使高声齐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晨曦，天使高声齐颂扬，是的，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崇，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我要永远，我要永远敬拜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高举双手来唱，我要我要永
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阿们。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最爱我们，并且神要将那属天的产业都要赏赐给我们。阿们。今天我们要走出去街头布道。圣经里面说，庄稼已发白，工人在哪里？工人在这里。阿们吗？哈利路亚！今天是我们收割的大好的日子，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等一下礼拜完的时候呢，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得能力。阿们。我们现在来一个人找一个人，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首先赞美，再来为我们的街头布道来祷告，然后来为对方来祝福他。我们大概2分钟的时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你的灵在这里，主你大大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今天的街头布道，比赛出主你的大能力，你的大恩典，你要祝福在这地。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这里的百姓都，每一个都要回归。
们，主耶稣也要得着这地的百姓，阿门。万民要就近他的光，阿门。是的，万民要流向这山，就是基督的山，锡安山。哈利路亚！我们非常棒的一个敬拜，一个赞美，神的灵大大的赐恩在我们当中。大家请坐，哈利路亚，请坐。今天也是父亲节，我们的舞团呢要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献上赞美。好，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舞团。我们掌声加尖叫！再一次掌声加尖叫！哇！哇，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阿门！哇，太棒了！我们的舞团这个礼拜他们有集训，所以哇，他们有合一的灵在里面。我看见大家的顺服度啊，哇，都超过他们的耐度，你知道吗？真的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阿门！感谢主。好下个礼拜他们也受邀到 Radical 的特会里面我们的也有主领受邀到那里一起服侍这是我们扩张境界服侍神的一个机会，感谢主，阿们。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哇，在座的父亲是伟大的，阿们。你跟隔壁的父亲说，你真伟大，阿们。哇，感谢主对，我是现在要来介绍一个刚当爸爸不久的，而且他从最远的地方来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Pastor David 他们夫妇哇，而且他们第二胎现在在酝酿当中嘞，哇，太棒了我们的君毅师母他们真的是
合神的心意，神大大兴旺他们特别在不止在荷兰哦，在欧洲的地方跑遍了很多的地方来服侍他们。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教会应该做的，就是传福音。阿们。而且他们用最简单的服侍方式，而且是最有成果的。阿们。你说最简单的最有成果来。对，哇，他们的一年大概有8千的人哦，像8000的人来传福音不容易，对不对？以前我们的教会是预备好了赶快来，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按着主给我们的去，阿们。谁去呢？对，我们一起去好不好？我们感谢主，让 Pastor David 今天能够在这里要宣讲神的话语。把神给他们教会跟他心中的那永远不能磨灭的使命，要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只有30分钟而已所以我们要细细的来聆听，领受神给他的恩典。我相信也必在我们当中彰显。阿们。你跟隔壁说，我就是要这种恩典来。好，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欢迎圣灵来，我们也欢迎David 牧师跟他的师母我们的君牧师，哈利路亚。好，大家请坐。哈利路亚。Hallelujah. Yes. Can you say it with me? Can you sa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真的很棒，我们在这里。And we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to Pastor Samuel and Christine for having us here with you. It's a big honor for us. 真的感谢师母牧师邀请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真的是一份荣幸。For us, it always feels like coming home when we come to Taiwan. It's a feeling of coming home. 每次我们来到台湾，都觉得回到家了。It was like a 13-hour flight from the Netherlands. 大概13个小时的飞机从荷兰飞过来。But it feels like coming home.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回到家了。And yeah. And yesterday we were with the youth group with Elite Wow. 我们昨天跟着青少年有分享。And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我们有很棒的时间。And it's so special what God is doing. 真的，神在青少年所做的是非常特别的。How many of you love Jesus? 有多少人是爱耶稣的 Amen. Hallelujah.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God, He's so proud of you. 我就想要告诉你说，神真的很以你为荣。Because of course today is a special Sunday.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Yesterday we talked to the pastors. 昨天我们跟潘牧师和周牧师一起谈话。And they shared with us that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today. 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将要做的 is something we are doing her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尝试的。But let me tell you, just the fact that you came today. 就是你愿意今天参与在这当中。And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we all together here and worship Jesus. 当然，我们一起敬拜神，然后一起在这里敬拜神。That makes the heart of God so glad. 你真的让神非常的开心。Yeah, so it's wonderful because you know Jesus, He's for everyone. Amen. 他真的很美好，耶稣是为每一个人的。It's not just for a few people. 耶稣不是只有就为某一些人或是少许的人。But you know, in John 3:16 it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约翰 life." 福音3章16节，神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世界，所以世界不会被，所以世界可以借着耶稣被拯救。So Jesus, He died on the cross. 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And God, He sent Jesus. 耶稣差遣了耶稣。Because He loved. 上帝差遣了耶稣。He loved the world. 因为上帝爱世界上的每一个 He 人。loves everyone so much. 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And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today. 我们将要做的，今天我们将要做的 is we tell the people of Taipei 就是要告诉所有台北的人 that God loves them. 神爱他们。 Amen? Amen. So we are going to have a teaching today.
所以我们将有一个很简短的教导。And I just give it over to my wonderful translator. 所以就是我将这个时间交给我的翻译人，就是我。所以感谢神，真的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就在这里分享，那真的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真的在这段时间用的这个就是福音卡去传福音，那有很多的果效。那也感谢神，那我们有机会能够在台湾来实行这样。那我想要问大家，就是其实常常我们会说，当你回到天家好了，我们都知道说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去到天家可以带哪些东西？你回到天家呢，你不能带你漂亮的裙子，然后漂亮的鞋子，然后很漂亮的头发。你回到天家，唯一能够带的是什么呢？是人的灵魂。你就会可能走到市场或是哪里，你就说，谢谢你到天家，谢谢你告诉我耶稣，所以我才能够在天堂。然后就会说，我从来没听，我有跟你讲过耶稣，有我在火锅店的时候你跟我讲的啊。我说 OK， 我不太记得呢。所以你跟人说耶稣，其实不是就是一件事情，好像就过去了。当你回到天家，你会发现有些人因着你跟他说耶稣，所以他能够在那里。所以你唯一能够带去天上的是只有神的子民。阿们。那我很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路加福音15章7节。路加福音15章7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翻到那。他说到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你可能觉得说我只告诉过一个人啊，刚刚几雷啦，就一个人耶稣啦，我就告诉过一个人耶稣啊，可能上帝就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没有。看圣经怎么写的，圣经说：“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悔改，整个天堂都在开 party， 整个天堂都在为你庆祝，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回到天家了。所以从来不要去思考说，我告诉一个人耶稣，也许就是那样啦，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没有，整个天堂都在庆祝，耶，我们赢得多一个灵魂了。这是圣经写的，阿们，哈利路亚。那你可以再跟着我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你在你的周报上可以看得到，是说到了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哦。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说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阿们吗？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使命，他不是告诉你往普天下去祷告，往普天下去赞美，当然都很好，祷告赞美都好，但是上帝所讲的是什么？去传福音，告诉每一个人耶稣。你常会觉得说我要怎么样去说服人来相信耶稣？但是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去说服谁来信耶稣。他说什么？去传。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告诉人耶稣爱你，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这是我们的使命他要不要相信是他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拒绝了，那我是不是就做得不够好？不是，是神叫我们去传，并没有叫我们去说服他。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大身为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阿们吗？阿们。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边讲到呢，告诉我们，叫我们不用害怕了。你可以看到这边写什么呢？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说你还在惊啥？你就不用惊，对不对？有所有的权柄，对不对？你所有的权柄都给你，不用听到人家说那有鬼啊，那个什么啊，那个人家就咒诅你，你公牙说你就是不孝啊什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跟你讲一大堆不知道传统是怎么说的。但是呢，这边讲到什么？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你了，所以你不用去害怕，不用去感到胆怯，因为你是有权柄的。身为基督徒，你是有权柄的。所以呢，到19节说到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你怎么样？你有权柄，对不对？然后呢，你还有圣灵，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不用害怕。
你不是就是单打独斗自己出去的人，神是与你同在的，而且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有能力的，因为神已经赐给你的，这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交给我的老公之前呢，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见证。我第一次去到荷兰的河流教会，那时候是2020年，是在刚好是疫情的时候，是大概3月吧，也是就是刚爆发那样，大家都给他被吸。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天我就骑脚踏车出去，因为大家都躲在家里没地方去嘛，所有店都关门，我想去溜达溜达，不想关在家里，所以我就骑脚踏车出去。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啊，很年轻，可能14、15岁吧，还在那边就是做钢，有没有？就是在做那种施工，你知道吗？然后在钻地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小孩子这么小就在工作，一定是家里很辛苦，我要跟他说耶稣这样。然后我真的很想跟他说耶稣，然后我就把脚踏车停下来，停我脚踏车，然后我说好，我等下走过去，然后跟他说，耶稣爱你这样。不要来教会，这样好像有点可怕。我就要耶稣爱你，然后上帝爱你之类。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讲，你知道吗？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然后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工头，你知道吗？工头是个女生呢，她就看我说你一起冲起来，就他们都围起来，你知道吗？然后就在那边妨碍他们工作，我就要走掉，因为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走掉。然后我说不行，我真的有感动，我一定要跟那个小孩讲耶稣，我一定要跟他讲耶稣。好，再试一次，然后我就绕了一边哦，绕另外一条路，然后再走回来，这样，他应该就忘记我，就不会再工头就不会再看我，然后我就绕了一圈，然后我就说好，我等下告诉他就是耶稣爱你，然后如果你想来教会的话，然后我就想就是自己练习，然后我就走过去，来工头就说你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说没事，我没有干嘛。然后我又走掉，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这么胆小啦？我有方法。然后我想说，我买个什么点心，然后送他我这样比较有话题可以讲。然后我就去那个超商买了一个什么小卷饼之类的。我说好，等下就给他，然后跟他说，耶稣，这样就比较有事情可以讲嘛。然后就想说不然我骑脚踏车啦，我给他就赶快骑走这样。我就上我的脚踏车，然后就拿着我的点心，我就过去。然后工头看着我，小孩也看着我，然后我就骑走了，我就骑回家了，我就没有跟他讲耶稣，一开始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很懊悔。我在骑回家的路上，我说我怎么不跟他讲耶稣怎么办？我怎么这么胆怯这样？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时候我刚去有河流教会，我知道他们都不在传福音，我们在路上去传福音这样。我知道他们好像那个传福音团队每个礼拜都有，还是我去壮胆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这样，然后他就说我去过，我知道那个在干嘛啦，你可以去，你自己去那个大家都会教你，你就不用害怕，你就去这样。然后我说我不会讲荷兰文我英文也讲得破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了，我去看看。然后我就去了这样。然后那天是谁带的是我老公带的。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很熟啦，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很熟，还是新朋友这样。然后我就去了，然后说大概10几个人嘛，没有很大，就是夏天所以大家都去休假，所以比较少人这样。我就跟着一个比较年长的人，然后就去传福音，然后就拿了张卡，然后就在讲。请问你有没有师傅了？然后我就很害怕这样，然后他就先做了，他就跟我说：“我文调时你就照着念，我念了给你，你知道怎么念对不对？照着念。好，我英文没有很好，但是我看到都是英文，我就可以照着念这样还行，不用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这样还安心的，然后就照着念。我那天领了大概10几个人来信耶稣吧。然后我就很惊讶，我就想说。那我下干单呐，然后我就回去就听到大概10几20个人吧，然后我们那天总共就是大概出去传福音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吧，然后就有大概50、60个人信耶稣，就是拿张卡出去，然后说那还叫我好，然后后来我就赶快跟牧师说，牧师，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所以那是我个人的见证，就是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所以我真的很想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来到就是做了这样决定，想要去传福音，有多么的胆怯，我那时候也是。但是神真的可以使用，只要你愿意，就只要你愿意，然后试试看，然后神一定会与你同在。当
大概2个人陪我祷告，我说哦，安利5好，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念，我就很有信心。但是有没有人拒绝？有啊，很多人拒绝我，看到我是亚洲人，他也不听我讲话，然后又小小一只，因为欧洲人都很高了，然后他们想说那个小朋友要干嘛，所以很多人也没有什么理我，但是我就反正我有很多大家一起嘛。不是一个人就没关系，就那边还有我的团队，那边还有教会的人，我们就一起壮胆这样。然后我们那天就一直上街，那天好像有好几个新人，不过神就真的使用我们。所以今天只要有颗愿意的心，我相信神会使用你，而且神会给你有那个勇气，还有那个胆量去做这件事。阿们吗？阿们。那关于如何传福音，我就要请我的老公来分享啦。You can start from this part. You know, the thing is with yes, there you go. The thing is with sharing the gospel. 关于传福音的这块呢，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is: 最重要的是 that we love Jesus. 我们爱耶稣，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be loved. 因为每个人是渴望被爱的。 And you know, in the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0, 在罗马书10章， we read from the Apostle Paul, 我们可以念保罗所写的， and he gave us an example 他给我们一个例子， of how we can share the gospel.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 Or- 传福音， I should say how people can get saved. 或者是换句话说，人要如何被拯救。 And sometimes we think, oh, it's so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get saved. 常常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困难，让一个人来信耶稣。 We have to do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nd maybe after a while, then someone can get born again. 也许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让一个人能够来相信耶稣或受洗。 But do you know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God? 但是对神来说最重要的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God is the heart of a person. 对神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人的心，人对神的心。 Because when He gets our heart, 当神能够领受到我们的心， and when He gives us a new heart, 当他给你那个新的心， then our whole life will 我 change. 们整个生命就会被改变。 And that's why, even as we go out today, 甚至我们今天去到街头上， we do not speak from head to people. 我们不是用脑袋去向人说话， Of course, we speak words, 当然我们说的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就是中 but 文。 we are going to believe that it goes into the heart of a person. 但是我们相信的是，这些话你说出来的会进到那个人的心。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e Apostle Paul says in Romans chapter 10, verse number 8. 这就是在罗马书10章使徒保罗所说的。 You can read verse number 8 and verse number 9. Me? Yeah. OK， 我们可以一起读从罗马书10章8到13节。Did you say 9? Romans 8 and 9. 8 and 9. OK，罗马书10章8跟9节，10章8跟9节，罗马书，他到底怎么说呢？这。主心里想，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必得救。 Yeah, it says here two things. It says here for one, 他在这里讲2件事。第一件事， that if we confess with our mouth 当你用嘴巴去承认， the Lord Jesus, 去宣告耶稣是主， that's one, if we 这是第 confess. 一件事情。 And if we believe with our heart 第二件事情是从由心来相信神， that God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就是神将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then it says that we will be saved. 因此你就会因此得救。 And I love the language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边 that 的语 it says 言， we will be saved. 他说的是你将会得 You 救 know, it，doesn't say, oh, then you might be 他 saved, 不说你可能也许会被 or 救， maybe you could be saved. 也许你可能会被救，会 No, 被拯 but 救。 if any person out there, And so- if they confess Jesus as their Lord, 任何人在路上，他们宣告主耶稣是他们的主， and if they believe it from the heart, 然后他们心里是相信的， that God Almighty, God the Father has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神已经将耶稣从死里复活。 we find the promise here. It says then that
you will be saved. 所以这边讲到给你就是一定会得救。 And then we just have one more passage here from verse number 10 to 13, just 4 more verses, 所以再往下，我们可以再念下面的10到13节。 if you want to read it. 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靠他的，必不至于蒙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And in this last verse we read, it says that whoever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or shall be saved. 所以任何人宣告主的名会被得救，是一定会被拯救的。 And the word whoever, you know what it means? It means everyone. 所以任何人指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任何人 That's for every person. 是给每一个人的。 It's exactly what it says in John 3:16 also.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whoever believes on Jesus. 像约翰福音3章16节，他将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所以任何人相信，任何人相 And 信。 in a 就会得 moment, 救。 in a moment, we are going to do a training today. 当然，待会我们会做一个训练， This is going to really help you. 这个小小的福音卡将真的会帮助你， And you will see it's not very complicated. 也是真的不是非常的就是复杂。 Because when people in Taipei, when they will see you today, 今天台北的人会看到你， I believe they will see the love of God in you. 他会看见神在你身上的爱， And they will see, oh wow, this is real. 人会看见，哇，这是真实的，不是所谓的宗教。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right there. 你一定有些什么特别的， Because you believe it from your heart. 因为你从你的心里去相信。 And now the last passage we want to read here. 然后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想要读的呢， Now the Apostle Paul, 我们使徒保罗所说的呢， he asks a question. 他问了一个问题， But how can they call on him? 他说什么呢？他说，人要如何去求告神的名呢？ Because remember in the verse before it said that everyone who calls on him can be saved. So- Everyone. 任何人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被拯救。 But now in the next verse what we are going to read, it's our part. Now it's our part. 那下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要去做的。 You can read it. 然后我就要来念，是在14节跟15节。然而人未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没有人去传，怎么会让人听见呢？所以就像刚刚潘牧师所说的嘛，庄稼已经熟了，所有的工人在这里预备好要出发，对不对？要出征，把所有的就是人的灵魂给拯救回来。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什么？人未信他，怎么会求他呢？如果从来没听过耶稣，他们要怎么相信耶稣呢？如果我们没有差遣人出去，那这些人要怎么去传福音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成为这个耶稣所祷告的，耶稣所期待的，他非常非常的渴望人可以被拯救，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耶稣的工，就是我们要上街去让人听见福音。阿们吗？阿们。感谢神，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有琴手可以帮我们弹一下琴吗？在以赛亚书说到什么呢？以赛亚书6章8节说到：“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请差遣我。”阿们吗？今天神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谁肯为我们去传福音？使人相信耶稣，使人听见耶稣。我相信这个国家，台湾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你有听过耶稣？你有耶稣，在你心里是一个礼物。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愿意去分享这份你的礼物给别人吗？阿们。我们可以请所有的会众一起起立吗？感谢神。我请所有的人一起闭眼，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做一个呼召。感谢神，神今天他说他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如果今天你在这，你跟神说：“神啊，我要成为那个你所说的，你那一个你一直相信可以上街去带领来信耶稣的，我愿意。神啊，我在这，差遣我。”如果你是这样的，我想邀请你，今天你回应神对你的呼召，阿们吗？当我数到3，如果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让神使用你，不是只有今天，每一天，未来的日子，你愿意让那个心，神在里头爱你的那个心，愿意去分享给路上的人，愿意分享你的给你同事，给你身边的朋友。今天我想邀请你来做这样的回应。神说什么？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今天，如果你在这，你跟神说：“神啊，我在这，请差遣我。”你愿意的话，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你不用看你的好朋友有没有回应神，你也不用看你的家人有没有回应神，因为今天是你跟神的决定，你可以决定在神面前，你也不用看我跟大卫会不会看到你有没有举手。今天你做这个决定是给神的，你跟神说，可以跟神祷告，神，我愿意，就算我害怕，但是我愿意啦。你装备我，你给我勇气，神啊，你带领我，阿们吗？当我数到3，如果你愿意，告诉神，神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当我数到3，你可以举起你的手，1、2、3。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常说，耶稣在众人面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如果你今天做了决定，在众人面前，我要你做一个非常非常有勇气的、非常有胆量的一个决定。我要你走出来，我要你走到台前，就是走到神的殿，跟神说好，我愿意。你走到台前，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我不会让你祷告，我不会去碰你，也不会特别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决定，是你跟神说你要的。哈利路亚！如果你举起手，我邀请你来到神的殿中，神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如果满了，你可以站在走道上，没有问题。我在这，请差遣我。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不用去害怕你的身旁有没有你的好朋友有没有回应，这是你和神的关系，这是你和神的决定，你为神做了决定。如果你可以站在走道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我邀请你一起举起手，我们来做这样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在这，请差遣我，我愿意一生为你服侍，为你传福音。我不将这好消息留在我自己身上，我要告诉我身旁的每一个人，请给我勇气，请给我能力，即使我渺小，神你给我能力，我不害怕，因为你已差遣我，使用我，磨练我，装备我，带领我。神啊，我愿意，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神，今天你做了决定，神看见了。We are going to pray one more time. 我们将再做一次祷告。 Now 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the Spirit of God to fill us. 我们要祷告，让你被圣灵所充满。In Acts 1:8, 在使徒行传1章8节， it simply says that He will give us the power to be His witness. 他会给你能力成为见证人。 Jesus said He will send the Holy Spirit.
耶稣说他会差遣圣灵， And when the Holy Spirit has come, 当圣灵来的时候呢， then He will give us the power to be the witness of Jesus. 他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 Hallelujah. And I just Hallelujah. want to ask you,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ever done this, but just to lift your hands to the Lord. 我想要邀请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但是我邀请你一起把手举起来， As a sign of surrender. 是一种降服的手势。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lift your hands to the Lord this morning. 闭起你的眼睛，然后将你的手举向神。 Hallelujah. Thank you, Lord, 感谢神， that you are here. 你在这， And Holy Spirit, 圣灵啊，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 that you fill every heart 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with a love 将你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to share your wonderful gospel. 所以我们可以去分享你美好的福音。 And we thank you, Lord, 我们感谢你，神啊， that you have saved us. 你已经拯救了我们， And we ge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every person in Taiwan. 所以我可以向台湾的每一个人传扬福音。 And we thank you, God, that there is a great harvest in this country. 我感谢神，就将会有很大的拯救的完工在这个国家， For we know that Jesus, He's the answer. 因为神，我们所知道的是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Jesus, we know 耶稣，我们知道 that you'r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And no one can come to the Father but through you, Jesus. 没有任何人可以到天父那里，除非是耶稣基督。 So right now we ask that you would use every person here. 所以这个时刻，我求神，你会使用这里的每一个人， But not only today, 不是只有今天， but every single day. 但是每一天， For the living hope that is in you. 那个活着的那个希望在你心里头的。 And we pray that in Jesus' name. 我们以这样的来祷告，以耶稣的名祷告。 And everyone said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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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Thank you, Jesus. 谢谢大家，我们可以回座。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领受更多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上都有福音卡，对不对？这个福音卡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口袋福音卡。我们的君玉师母呢，她说她随身都带在她的包包里面，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机会，只要那个人定着，她就过去跟他讲福音了。所以现在在传福音呢，就像在呼吸一样，那么的容易。我想这是操练起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来领受这样的操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奉献。奉献，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心。让我们以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本上真
兄姐请坐。事工分享，有请潘牧师。好，我们很快的要来看我们的事工分享之后，我们要马上进入到实际操练的研习哈。等一下David 牧师要来带领我们，我们再一次 welcome Pastor David and Jacqueline， 是啊 ，God's powerful and faith on your heart in your heart. Thank you so much. Yeah. 感谢主哈，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恩膏在我们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黄全忠先生，有没有在这儿？全忠弟兄，黄全忠弟兄有在这里吗？好，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上帝也祝福在你的身上。好，再来，好，那我们的黄全忠弟兄有在这里吗？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儿童牧区的营会。好，来，请。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儿童他们在训练布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做那个5色布道的5色钥匙圈哈，他们自己来涂色。感谢主，让我们有非常棒的老师团队在带领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主日儿童的亲子礼拜非常的精彩丰富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现在的亲子礼拜的人数都爆满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土壤，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教会里边建造一个最美的信仰。Super kids, we can love. Happy with who we are, because we all come from God.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wanna be, in your presence. There's no 我们的孩子呢，从小慢慢的练习，就越来越有自信，越有胆量。这是双语营哦，让孩子们能够练习多国的语言。好，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也谢谢老师们的辛苦。好，那我们很精彩的下半年度的圣诞节的手作呢，我们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们这一次的手作呢，是要做鹿角蕨，有看过鹿角蕨吗？有吗？好，我们要鹿角蕨，然后呢，这个鹿角蕨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报名。我们开始手作是在12月第1个礼拜开始，但是呢，现在要开始报名。为什么要提早那么的早呢？因为我们的鹿角蕨呢，你要先报名，然后我们确定了之后呢，我们的商人他开始种，所以呢，这个芽呢要2个月。所以现在要不要报名？要。所以呢，8月30号之前报名的是早鸟价300元，然后呢，30号之后呢，你就觉得慢慢来。那我也不晓得，不保证你的芽会发得够啊，而且呢，价钱要500元哦，好，所以呢，8月30号之前报名多少钱？是，赶快邀请我们的 Base 的朋友，你也要赶快报名了哈。好，我们说直觉幸福。
赶快报名。好，大家呢能够把握这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今天去传了，然后呢就可以跟他说有这个好消息，好，他就会跟着你回来了哈。好，接下来。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的礼拜时间就恢复了，而且下个礼拜呢有圣餐，还有洗礼。那我们洗礼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来注意这个时间，8月9号礼拜五晚上呢，要准时来接受我们的基要真理的课程。明天呢，因为父亲节，所以松年呢能够休息一次的聚会。好，再来。我们的叶荣公弟兄的告别礼拜是在礼拜3的早上9点。那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时间可以的，我们一起来安慰这个家庭。好，再来，我们也为健康需要在健康上代祷的义龙长老，还有方进孝弟兄、叶志贤弟兄以及白家乐小朋友，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好，我们今天呢是父亲节，对不对？哇！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你已经成为父亲的请你从你的座位上，我们尊荣你的，请你站起来。爸爸的，我们请我们的长子来赠送红包。哇！我们要来赐赠红包。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在教会里边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这么的有福气。不论是在属灵上，在财务上，神都供应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拿到之后就可以坐下，哈利路亚！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吧？我们大家父亲节快乐！大家一起说。你旁边的人如果是爸爸的话，你要大声的跟他讲，你跟他说你很伟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要祝福所有成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们，让你们满有神的智慧能力，透过神的话带领你的家，你的家必成为那幸福而且是丰盛恩典之家。阿们。你的儿女呢，也要充满从神来属灵的恩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所以爸爸们，在今天呢，你拿到这个红包之后，加上今天要出去传福音，你要记得这个神的恩典，它要丰丰富富的加在你的身上，格外的加在你的家庭当中。阿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 Pastor David， 那他们要开始跟我们进入研习哦哈。好，那现在呢，请我们的同工呢，你们把你们的工具统统拿出来。